你朋友唔是要來啊？是直接 comment 我哋阿龍講你俾。對，伊講一點我咪等你有幾三分鐘。嚇，嗰一間嗰一間部幕白甲我講嘅，嗰一間 Jason Day 上面。Jason Day 就應該冇 Jason Day 你講有人唔知，我怎麼看住伊 Google Plus 上面講話嗰度啊？嘛就伊講話有啊 ，Google Plus 上面有講話。要講，但係我打 kiss 要看到，I mean 等我看到。Edit space available。有啊，你幾 click 嘅哦？你有 click 哦？你幾 click 哦？你問下 I refresh 㗎，你嚟看叫伊拎。伊到底講話？得新嘅嗰度講過嘢呢，Jason Day。伊只是伊偷寫隻物件嘛，個超過比賽到啲 Astro。OK。伊就當你講話，那冇看到伊嘅 comment。到啲你 event 好似邊如係咧announcement 嚟嘅 topic 嘅。OK。唔知就一點正。哦，你一點正啊。OK，那我看 OK。If you're here， 我應該佢三節正講佢。This is the first topic. Link. Hawkish. Join. 唔對，不對啦。How come can't see the live stream？ 因為未咩？我啲寫可以睇啊，我啲寫可以睇啊。要裝。我叫佢 refresh Google Care。Google Care。你三個我解書啊？係啦。Hello，我掉啊。啱路咯。係啦，掉啊！我未去美國嘅，我最做你時人身邊嘅票嘅衫。OK， 來。start 啦嚇。set up。我你講話 OK， 等陣嚟講。ML on 是最 ML on 是攞嚟賣歌啦。係啊，各位聽眾，嗰個就係歡迎落嚟到對嚟邊咧，學見你知冇？這個禮拜我已經對嚟美國了。這個禮拜對嚟美國了，個潮嘅 studio 嘅 set up，潮個半時，因為只係打我直接錄音錄冇聲。誒，攏聽我 OK 啊？嗬，嗰啲 OK 啊。我頭一條要講 review 嘅就是嚇，會好人看嘅就是。睇見呢個學人看劇，我哋看下情魔啊！誰啊？我 select highlight， 我係魔啊！你好，我去我實際大時，學 instead of 有 bathroom， 唔是實際 E&O 係伊無好lu bathroom， 伊好lu，是 maybe 有 in addition to bathroom， 伊好lu， 我哋下單時住，我哋上未去，伊個冇出聲啊，俾單乜妹 ？Hello。講話啊！我這間是查某婆啊。對，我是查某婆。我呢個嚟是查某婆，只是喺你下，嗰啲婆是不，你播一拎下，佢哋下單時。我之前我大擺未記嘅，就死嘅話，我真唔知住我看到紅線嘅當劍。OK，嚟歡迎即係禮拜特別嘉賓。等陣我講得成為 idea。我去 E&O 了時只，去嗰邊大時伊嘅房間 self 係 bathroom 伊係冇啊。แล้ว我舊日按到情咯，情咗隻 scar， 隻情咗成日 comfortable 嘛，對我嚟時，cookie， แล้ว是當我去買個隻膜對嚟咯，當特日都係情膜我諗。好啦，你冇 try 情膜啊？哎呦，阿龍隻爽，我 try to convert 㗎了，我朋友情膜。係咪膜沙龍嗬？一半嗰時貴辛苦嘅。
还没一半是几星？我聽像個青子包嘅，嗰是像個環拿包嘅。成個環拿包嘅。哦，環拿包同青子包唔上塊面嚟咯。冇青子包嗰隻滾嘅嘛。一直上一條啦，一包個料嘛。係啊，我小眼咗包緊你滾都行落嚟，行嚟行。安迪嗰個包就滾嘅唔是？我小眼咗包成安迪嘅。我當時就係全部包成安迪，佢唔知。白節咱做隻 episode 叫青子對嚟，咱講為麼啊？即係個 episode 講為麼啊？有特人就俾青蛙，季節叫為麼嚇？我俾要青子對嚟啊！我冇麼啊？咩人嘅麼拍㗎啦？我叫多頂波，波嘅名稱波咩使？嚇。你介紹我特別嘅邊就啦，我哋聽到咧係先老椒應該點歡迎，嗰啲。Hello，大家好。了個有後點歡迎。Hello。了個有特晚聽到聲查某寶歡迎。Hello，大家好。了個有聽過一件事。紅事。紅事，咩名咩？紅事是最紅事是唔是？攏知哦，攏看你名。紅事聽過，紅事咱聽過嘅。伊名我知咯，就是。伊什麼 brand？老椒。伊老椒咧，特別我未記伊。我本未記。伊 brand 嗰時候。咩 brand？咩紅事 brand 啊？我紅事票呀。KDK。KDK。我記 KDK 嘅。我未記咗咯，我未記 KDK。我知㗎啦，你 brand KDK。攏應該有回聲本，但係我未記咯。我應該冇聽過嘅物件嚟嘅。要 KDK。我梗係夠做嘢，冇聽過。我都就係講啦。我唔知，未曉。咱就要做哦，冇做別。個有到底 Skype 喺邊嘅獨立頭可能？獨立頭你聽到嗰啲人講話喺邊人？哎呦，嗰個係啱人講話你聽到？你人講咩嘅？但係你冇聽到咩？人講話是？只到底未聽到，人講話話。叫獨立頭啫。Hello，獨立頭。我是史立子啊。OK， แล้ว當記但我獨立頭我冇個橋誒你所以我係 control Skype 喺邊嘅聲，會咁多聲，開始聲。嚟哦，這是新椒啊。Hello，我是鵝鳥。鵝鳥，一頭冇到啲講，一頭聽講啊。鵝鳥到啲New York 嘅城市。是。歡迎鵝鳥，了個鵝鳥本老椒嚟過啊，是講冇只是講到。是外口誒，你有個有黑一間啊，這身頂啊，唔知點做啊，特別我辦嘅報數餅嗰時，佢哋 click 到接來啊。這禮拜咧，我被講嘅話題是 Hawklish。Actually Hawklish 唔是有啲有人看隻燈叫做 Hawklish 係唔是？啲韓國咧是有 Hawklish 就人有講啊，我聽到。睇到我嘅機聲，只啷看咧？有時你嚟 join 我 show，你個看你 YouTube 嘅 feed 咧。John，你譬如講一句話，Hawklish 我聽。Okay， why you so like that？ Oh yeah. Okay， 我明白。Like that one 啦，like that one 啦。Like that one is。都唔知咩？當見邊領啊，諗你有佢哋紅會茶會啊，嗰等貴嘅老師冇俾。黐住，但係就等一個就落去嘛。我哋諗住圖紙牌嘛，對唔對？我讀緊嘅啲訂แล้ว等你柴會呢個就落去嘛。變咗當見啲 Georgetown，我看到我朋友一全線協嘅時候，因為你寫條 press once can already。明嘅咩？對，知道會了。知道會曬了。Press once can already。要當時我講聽做時候咪講學歷，你聽住我記住啊。我叫人回買，我講一嚟我講我去特啲係咪啊？激醒啊！唔係激醒，的醒，即係的醒啊你。
煮菜。一隻物件咧，我聽到人講一句話咧，互我想起一個 idea，我做一個戲呢。有當時遐，即趣味，你都袂會曉講，你都袂曉學緊話，你該明白嘅當時。就是啦，我有朋友問我解釋，我講我不要解釋，歹勢。我真係不要解釋。是你特別，因為你較只是用學緊話structure。假使你用番仔話，你會曉番仔話，你咪會曉咯；假使長人話，你會曉咯。咩？有當時冇想，當時佢冇想。OK，so 啊，比番仔對明白，我人講講番仔，隔離馬來西亞人明白一啲啦。依樣是因為依樣關係聽人講話嘅事咋。因為我當見我學你一個大班你講評論講，我別好講嘅大班按國中嘅教句我當見評論講是比如嚇。評論講。按照寫下辯論講P 啊，喲未曉，你我排咗嚟，你跑啊？到底WhatsApp 喂，有，是到底WhatsApp，你跑 WhatsApp 好啊？你跑到見啷那是要對我hip hop 咧 ，Snapchat 咧，因為 hip hop 對埋你先是個老作，對面那個是個老作，然後個一人對我啊，頭只個笑，個人拍講講話。我梗係食錯㗎嚕啊！我被對啊。對 website 有開 live 播到呢啲 website。冇。你講咩英國點？你去嘅時我梗係食錯㗎嚕啊！我被對啊！我直對嚕嘅 Facebook 咁咪個了，話了梗係極閃住佢，梗係笑咯。你差唔多被對啊？唔是啊？你攰啊？冇啦，11月個對啦，我特別。我個靚。哦。11月都冇榴蓮了。哦，我只個係榴蓮啊！平常時冇只是榴蓮呢，平常時榴蓮。馬路榴蓮唔是登記了咩？唔知呀。冇，阿咪有當門。冇特別一樣有打開嘅，一年個了開嘅。你係吹咩吹掉特別本好食咯？你本咧借數嘛？特別上貴嘅咋？然後一樣是 season，假是冇 season，不是真貴嘅，好食啦，是榴蓮都好食。一刀較貴嘅，我聽人講，我去你貴子園嘅時人講一樣唔知是河無夠嘅時，是上濟河啥物，伊榴蓮被生無夠，上濟河哦嚇，濟河咧被生未出咧，所以變做較貴去咯。特別我對嘅時還是去較實際啊，我7月中咧走時無如個實出較濟咯。馬路這我路邊都有賣咩甘榜嘅榴蓮啊，特別我買我食咧結好料嘅。甘榜嘅咪是好料，甘榜嘅咪是好料。有 difference 嘅，食出嚟你食魚啊，做你款嘅酥，酥淡薄。你是個只安怎你講？不是你。我是個食嚇。你佢知講榴蓮多。係，我未記完啦。OK，下禮拜OK。榴蓮多，那是聽講啷咪聽啊？你好，佢買榴蓮來食，你看。邊哎呀，阿婆買啦，隔了要馬來西亞買榴蓮來食啦，我食錯啦，我半死。人食榴蓮都食錯咯，應該點？係啦。我話是你買假你榴蓮來給我看啊，你人若是要聽來講下，你要參加邊個學緊錄音，唔知講怎參加，你若是邊個學緊.com/join JOIN how to go in 咱問話 how to go in 唔是特別定頭聲了解 go in 咩嘢聲哎呦，然後OK，等緊咱嚟講，安怎是叫做學 English？我開始咧用，我就講聽我到底咧的聲嘅故事先。我舊位參加一段嘅朋友咧，就去食早餐咯。我唔捌去過安尼大邊咧嘅股啊，直到我食嘅物件啊，特別我食嘅物件，你是應該是講到底邊咧人應該是捌食過咧，我估唔捌食過。我就去定咯，定。啲太好啊！電啊，呢啲太尖，太尖。你邊電啊？我勁講。Sorry，我俾偷個 B。偷個 B。然後
แล้ว嘛是去教我朋友一定去食咯。แล้ว路人在的時候，當然唔知是出嚟 TripAdvisor 時候，咪到咧變咗真濟人咋。แล้ว個只濟外國人啦，較濟阿摩啊，是 Australia 阿摩人去食。แล้ว去到嗰邊嘅時候，是有嚟有成中國人去面食。แล้ว排隊食飯咯，แล้ว特別提號頭咋。因為學你坐號頭啊，你是排隊咗掉咧，叫你號頭嗰時，你家嚟坐咯。因為我咪是去睇，因為號頭徛掉時，但咱怪古本人個報單證咧，哇，頭證啊，佢個頭證嗰時候學以往嘅號頭嗰時，依度話你家啲學另外一號頭同學啲內阿莫雜波，伊可以拿阿莫雜波教阿莫雜波講，你 number 幾號？你阿莫雜波就講。How long does it take? Yeah, how long is the wait? 伊講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我未甲你講，講我錄咗佢。伊講我未甲你講到久，所以我未甲你講到久。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講啊，你聽得到？但我冚埋 camera 先，我去整嘢先。我再冚埋 camera，我。咁啦，夾到去，真勁咯！夾到去，夾到。個陣。No, I think 你。我冚嘅。哈。有一部講名，你名啊？我唔知。你看。真正係聽。แล้ว所以咪是講 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咯。你一直播，我能看到，我聽到咧時我就成個 split second 啊，就幾一秒鐘啦面，我感覺講咩？原來是講我未跟你講啦句，所以我聽到我明白阿莫什麼，一邊聲講咩？你特別聽到講 I cannot， 所以伊唔知講伊是。未單嗰時，未單啊！啥物就 confuse。因為我那行之前，我就搞一邊，我就看到我朋友，我邊個去看伊目睭看又聽到咯。因為在一直都來時講，但我聽到一些時講 ，I cannot 講 for you how long。我講冇講 talk for you， 講 talk。我就想到，其實嚇，伊真正對人關係咧，人時候是完全是無奇怪無來路咯，特別對一個要講福建話人嚟講特別好聽，所以我咪講咧學呢些就是講，咱用福建話 structure sentence structure 特別用阿摩字講嘅，咱其實是用真一濟咋。特別阿 John 佢呢度唔是福建嘢，特大鄧人話你都會 translate 去阿摩話，伊個 construction 咪是像嘅 syntax， 鄧人話 syntax 像嘛。像啊，特別我咪講福建嘅咯，就是 OK， 特別咧邊兩類講嘅學呢像咩？你人咪聽過咧？但係我學即叫我學伊example，人哋講咧嚇，應該學點 example。你講嘢啊嘛，學語咪是學以 example 咯。冇，我講用福建話，學呢隻 example 先。譬如講，特別。譬如講是想講咱講 ，OK，let's say， 譬如講，想啊，特別你講 ，I wan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n Hokkien 人就講，我學你一個譬如，我學你一個，我講學你看，我學你一個 sample 啊，這都是我。我雖然就上你一本啦，我學你一個 sample。我學你我一個樣啊，夾講嘛。夾譬如講是夾講嘛是使效。夾絲講啦，夾絲講嗬。我學你一個，我學一個戲看，我做一個戲。冇人講話，我唔係聽過。你未學別人嘅仔。我看咱那時有在有聽過，那咁我學你一個。我夾講，這樣是講，譬如講啦，譬如講嗰時夾講。譬如講，
譬如講嚇，了講啦，我先講。OK，當今別人咧講，女人學我聽，女人經驗，再講一個。上加啲馬來西亞人真正教講啲阿媽話講 where God 嘛是大陸mana ada？是大陸個時候你用鄧人話一時好事啦，特別你我講阿媽話伊較歹聽淡薄啊，唔是。跨聲 ，see first， 時候啊 ，see first， 跨聲，see how first 咧，see how first 跨聲，see how first。Eat first 啦。係咩嘅？加聲。Eat first 啊，先加聲。先加 eat first。有一個綠絲啊，去看看。綠絲有人講嘅啦。是咩？阿毛，啲英國人講綠絲嘅，let's have a look see。呀哈。這邊冇人講。佢有的是。靠波 ，die cry father cry mother。靠白靠波。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冇啊，好嘅，人山人海。這人。Cry father mother。靠白靠波。Cry father cry mother。佢 sentence structure 上佢人講但我當今講嘅就是當然 Bruce 本已經用嘅變最多，冇求我講話時啊，已經 eat what？ eat what？ 我講一句啦，我即是我教我，你冇常常用本嘅啫。我教我朋友之間係講 ，if can，if cannot。講到有，我係 can，cannot。我係自所咪是 A 就 A，我係自所是美國人，我係自所係美國人，伊咪是教講where God 啦，where God 嚇，乜嘢？參人講嚟講啦。正坎坷解釋啊，就是啊，挪 can 馬來西亞人啊，跟住檳城人，跟挪 can，跟巴黎國嘅人咧，有陣時都能做一個 group 啊。哇！伊聽無我人講係咩啊？你講啊，你隔離朋友講嘅時候，咪是馬來西亞阿莫話嚟嘛？你尋學嘅話你看，as long as you understand 就好啦。別人就出佢開看啦，你講係咩？我明白。阿蕉嚟啊，歡迎阿蕉。Angela。Herbal， 這是這是咩學程啊？阿莫請。That means 我住你拜啊，俾佢變靚咯。That means 冇，我講就是阿莫赤，踢定人赤，阿莫嘅冇好嘅，有唔是講 that means 嘅啫，有時講 that's mean 嘅啫。That is mean. That mean 咯，我覺得。特別我感覺到你 S 嘅聲係有當時是 optional 嘅為對，然後講你 broken English 嘅時啊。is optional 嘅，我想去多啊，咩事啊？你聽應該我是講嘅是，is optional 嘅，面是有當時是完全無 S， 有當時是個啦 S。特別我聽到較濟是個啦 S， 伊想講你用較濟 S 嚟講，伊就較像阿毛啊。我實你一句，我講嗬，你看到哦，如果死人咯，你死人，你看到啊，你個死人。You got it 啊！你有聽到那個？你聽到？You wait I go and call the Hokkien Mee 啊！對 ，call Hokkien Mee。order 啦，乜嘢 call？有人講，我講 call。人講啊！我想到了，對，我想到就是安尼看你家囝講，特別袂記伊 conversation 啲是啥物，特別我第突然就是我坐去食飯本啊，做茶，了你知咧有個店加逼淡薄，所以我係食個，我食飯嘅遐手係弄到後尾人嘅啦，所以我嘛閃咯，因為伊囡仔佇店面跳嘛。
因為馬袂曉講阿無話，特別硬硬講啊，介意驚講阿無話，死咗講下你個了是真正 broken 嘅阿無話。你講cannot do like that 啊 ，later 啊 ，your hand 啊會kena auntie。哎，叫我 auntie 我知啦。auntie not happy already。你睬唔有講阿無話，別講阿無話。都是叫我 auntie。你唔對啊，一句話係咩啊？auntie。我冇可以講佢又冇話，你我頭先佢講係嘛講死咯，生兩不真下兩位嫁出嚟驚，不是別講阿冇話。好好講，我見我話伊嘛好啦咯。我知道是啊，佢講到 auntie， 我特啲，因為佢總統 super， 我唔記 super 誒，特啲 Burma super 一間 shopping supermarket 嘅 super 嚇。去department store，แล้วว่าตัดตีความอีเบฮัสซีไว้จีแต่ว่าบริการเก่าเองจิแค่น่ะแฮกบริการเก่าเองอีมาสิฮัสซีสิจะเจนี่เชื่อมาฮัสซีบริการไม่ใช่บุกก็จะหวยก็จะหันเนี่ยแล้วบริการเฮาติ๊กต๊อกมาแล้วเอาเกี่ยแล้วอีตัวจะสุดก็ที่กังว่างขี้เลยเบย์เบบี้ไม่เกี่ยหากินน้ำไม่เกี่ยอีตัวที่กังเลยทำผุยจ้ะอีตัวอย่างเช่นทำผุยแค่ตัวเด็กมาสิแกเลยกังอย่างแกเหี้ยแล้ววันหลังจะสิเบย์เลยกินน้ำไม่เกี่ยแล้วอีนั่นโปรโมเตอร์ใช่เซลส์ก็แกไลน์มาฮะแล้ว我就看到試下就看哪一邊嘅 honor 就แกไลน์ตอนที่พี่ว่าปัจจุบันเนี่ย看到咯因為看到行到來要坐ไป講咪ที่โถเลยมีแกแล้วว่าตัว看到ไม่บอกคำว่าไงก็ไม่บอกแฮก็รู้มันเลยมันที่โถเลยคัดตั้งเลยเหล่าอีเลยแม่รู้我啱解都叫老姨。你下我一直行下下起來聽到我講就掉咗一餅走夾埋我夾落去走落去每間嚟噏嚟咁講我都成群到乜嚟咩呢個哎呀卡定我哋留意嚟咩啦係驚叫留意啦同間嚟我本時有一個相關嘅經驗本來就講咱從世界咱處啊就抄落嘅樣只是嘅講人係派話我頭先我係咯我記得我做一個 DG 會議，一時到啲新加坡嘅，喺新加坡對嚟，係咯，如果你嘅 DG 會議唔知佢教下面裏邊嘅嘅 number 係咩啦，誒你到啲新加坡嘅嘛，所以 DG number 就 just maintain mode 嘅嘛，你邊教累，係咯，我講我冇你未睇你邊做，你邊教會做嘅，其實教到我哋邊做嘅，於是啲教得嘅落波嘅啫，啲教咩我就講冇，你上就我教我講嘅人做嘅，係你阿咪做乜？你教就我叫我人做。小雜貨係個，我上台走你講笑，你哋諗唔知叫人小雜貨。到底是自己跟你朋友講嘅？我朋友講嘅，我講其實啲小雜貨嘅面前講，你小雜貨講完啦。講了，你下回來，講俾人做，你自己頭整咗。我講好，我自己同你講，小雜貨叫我人做。真係我嘅介紹過，佢那裡嘅邊端係咧老椒阿 boy 歡迎，是你阿 boy，歡迎，แล้วก็ก็จะสิแค่นี้สิจุดอ่ะรู้บ่ตัวไหนจังเอ็นตัวไหนรู้ไหม咩 Stanley 有事啊阿龍啊真係冇教大嘅我唔係嘢。我想錄差別，畫面，咁樣時候就話佢都講很正，特別我仲未快到咗，快到啊！嚇，林伯啊？係啊，冇人到啊！你，他們是人到嘅名，我未人到。四頭毛，係林伯呢？四頭毛咯，我都講頭毛啊！你咪做四頭毛啊？我他媽四頭毛一嘢就冇㗎啦，而所變咗可能。特別我都間啊，我看到你後尾 headline 嘅橋嘅水，有幾時間？集咩？我在黐個你摩卡，你後尾黐個，你條你就講你邊一條就人？喂波，喂嚟，你咪唱咯，你講好晒哦。你想人哎 ，you want to speak some Hokkien？ 哦，ครับค่ะนี่ค่ะค่ะเนี่ย
林派講，林帕你看。誒，等陣，林帕是微博嘅店啊，嗬。林帕什麼是叫微博店啊？是咩？你即係林派 in 低 call 啊？係，唔是，我是講微博嘅店。微博店係我那講波店。波店啊？啊。波店是你講咩？波店啊？微博店。The shop that sell cloth, what do you call in Thai? Huh? The shop that sell cloth, what do you call in Thai? Sell cloth. I don't know. Cloth Cloth? what's cloth about what? I don't know. Fabric, yeah, fabric. A shop that sells a fabric. How do you sell in Thai? ผ้าร้านขายผ้า ร้านผ้าแล้วเดี๋ยวก็ร้านขายผ้าขอบคุณครับ波碟琴咧上面啲公字就係湊下嚟啊！蝦面嘅波碟琴แล้ว我就睇成林帕ผิดแล้ว林帕ผิดแล้วผิดแล้วลำผ้าปิดแล้ว ลำผ้าผิดแล้วผ้ากับลำผ้าปิดแล้ว Oh my god okay everyone talk about ลำผ้าโอเคนะตอนกี้ว่าลำผ้าปิดแล้วเหรอก็เองกีฬาลำผ้าปิดแล้วลำผ้าปิดแล้วอ่ะลำผ้าปิดแล้วนึกกี่สิช่วยจะเป็นนักเรียน我特晚是訂嚟去啊 after that 我未去賺嘢啊嘛，所以我成日講未訂多賺已經聽嘛，咪一訂我係 camera 走出嚟不過但係你冇賺掉，可能佢看到你諗拍別掉啊。你咪聽佢邊啲學嘅咯？唔啦，唔。你幾時頭先聽到邊啲學嘅是幾時？I think 幾年前 ago 啊 ，few years back 幾年前。你到底 YouTube 出到是到底pod 嗰啲 iTunes 嗰啲 Apple？我俾你介紹啊。哦，嗰隻是我到 Facebook 出咗咯。到底到你吹 ？Facebook 哦，我見面前面擺本係冷傻啲嘅，大條咧咯。喺幾時攞？等佢借人仔去啊！有 OK。你當得咯？baru tua cu tua 我當你tua 不中是人哦。不中，即係兩個邊咧？即係南西咪當不中咯。或者你都係南西是叫啦，可貴哦，可邊有貴啊？兩個七隻狗咪是當啲不中。不中啊，แล้วOK，嚟，你就去講兩個話題 ，English，但係乜嘢會即係。ตัวรับเท้าลูกโบราณลูกโบหาวัง example 我想冇啊。你都譬 maybe 咱嗰時講咱平時講佢咱唔使咱講，你先上對時講，攞白人咧白人，但之嘛啲講那時都啲變靚，冇可能碌搞嘅變靚嘅朋友講 proper English 咪好笑咯。梗係好笑，梗係。我會㗎，我會朋友唔講 proper English 嘅咋。你嘅事咯。我會long long 啦。冇你唔是依個唔是依個話係啊 ，English 呢是依個 sentence structure 嚟嘅，依個意思會變嘅。當你 pronunciation 本冇上嘅，但講當邊咧人講話，哇，係叫啊，計 action 嘅。對，佢哋 action 嘅按摩嚟，都唔知嗰啲意思喎。對，阿媽本嚟有講個 action。哦，即刻係 one leg kick。爆個料 ，cover everything。This one 39.99。39.99 cover everything。咩意思？
食物件是包個了咯，甚水啊物件包個了。你打包嘛是，如果你講 take away 啊，冇可能人會 understand。打包。人有聽誒，冇人有聽咩？你去買嘅杯，你講uncle take away。我感覺邊並逼路。來，大家記下咪。我那是只怪咯，應該講打包。 Having here or take away 啊？你唔會講打包。啊，冇可能，你冇可能，你去富國食物件，uncle 會 having here or take away。你係 class。eat here or 打包。Well, actually 美國我係叫我頭一擺嚟美國嘅時，嗱，即係按鈕應該係真按鈕。對啦，我講 take away 人會曉聽無。你講話，好你講。我講 take away 無人聽無啊，人袂曉聽。人哋叫 take out 啊，所以 take away 無人曉聽。To go for here to go。韓國不是叫 take out 嘅 take out。take out 啦 ，take out 是 anything 都俾，特別人到啲 fast food restaurant 是 for here or to go 嘅，咪咯。OK， 人叫 to go 乜嘢？for here or to go，你人是講 having here or take away 嘛對，有啲 Malaysia 是。having here or take away。啊，因為我聽下 for here to go，係咪？聽講起 for here or to go。Australia 講咩啊？take away。having here or take away，相干嘅。having here or take away，啊，呢係美國嚟㗎啦。take out for here or to go，較快。別人學你example，還是講 pronunciation，就人讀係咪物件？例子是garment 咯 ，garment garment 乜事 ？garment 啊，真係，actually 是講 garment 唔是變咗成個衫啦，而係 garment。garment 講到衫嗬，我古早有一個同事啦，伊是阿摩西嚟咗。伊唔是阿摩，伊是冇聽到這阿摩車，特別咧嗬，伊成隻物件是，伊是同阿伯嘅款嚟咗，所以伊講嘅阿摩不是用成拖鋼嘅阿摩啊，係咯，伊本身少少講就是唔叫咗，譬如講查某嘅嚟件衫啦，叫做不啦，冇伊叫 lingerie， 哦 lingerie， lingerie， 誒，這個我冇聽過，because 我知道一個。啊咧香港戲啊，真久嘅啦，伊是係咪 lingerie 嘛？你有真濟人去買啲個就是係咪 lingerie， 你人不會曉掉伊，because 伊換拿來買不曉讀啊啲字。意思啦，你冇咩怪啫，有你，安尼話你特別白嗰啲阿摩字，嗰啲阿摩字嗰邊白。呢個唔是阿摩，呢個唔是英語，係 French 嚟嘛？法國。所以佢講你未怪人嘅，其實你未成個講 expect， 你會幫特人嘅曉嘅啦咧。然後你若是冇人講，你講你乜嘢知掉，咪叫 lingerie 成番 spell 嘛。我係上面咯，我係一直睇摩車咯，你攞到文字咯。其實一古仔，有我話裏邊學嘅話，學南話嘅 English 就係咯，一直嚟做咁講嘅，所以 by right 嘅是。較好嘅嘛，有呢個唔是喎。我先前看到 lingerie 字，我跟前嚟觀察嘅哦。你好啊，咪是想，你特別在意嘅聲咧，係啊，一鬥嘅一字，你不當看到時你該想到，無論是對咗先字嚟講，你未曉。你係你 brand 咧 ？Triumph Bermuda 啊！好啦，成啦，人你用 Versace 嘅棚珠。哦，對。阿你棚珠 ？Versace。阿你咩咧 ？Versace。Louis 什麼啊？你冇當，Louis Vuitton。Hermes， 係其咧 Hermes Temple 係白人講，拜款 Hermes Temple。Hermes。嗱，你講到阿炳咁先，安尼真濟阿炳啊，樣情啊，特別呢度比較讀本啊，佢哋字我講，你攞人讀咯。係啦，嗰個咩飄過聽，如果不當謝
最後你愛讀啊，你不要讀嘅，樣不要讀呢隻。LV 人叫 LV 啦，嗬，嗱，講。你一個 download 啊，你去 download 啊，download 你，download。啊，掉講就 download 喂。可樂就可樂，可樂，唔是可樂，樂啊，喂馬成個號碼。食樂。Skilling 啊，嗰個 Skilling。ice cream，Skilling，我係馬是講 Skilling 呢？哦，好啦。佢咩 Skilling？哇，不知咪是變有咯。你古早啊，你使下你正久嘅下你邊啊？古早我講下你出來啊，我係朋友下你歡喜啊，笑甲到啊！我係阿媽叫我哋邊啊，古早正定嘅邊，下你叫咩？用落地做嘅。唔是Mary 邊只定嘅，冇 brand 嘅嚇，落地條我阿媽是叫 BC Good 條嘅嘛，所以我咪講 BC， 我係做咁嘅事。Oh, true me BC Good。你真係講 BC Good 條，所以我唔知叫咩，我叫 BC Good 條。唔，即係 BC Good 是換一隻就是邊兩個學嘅人肯講嘅。BC Good 條，我以為 BC Good 條。會高燈叫咩嘢啊？會高燈不是上衣咩？咪是節，唔是啊，就我咧，我人是叫咪節嘅喎，我爸講咪節。唔是咪節嘅，伊是福建話晒嘅字嚟。大葱。不，這裡大臘腸是唔對嘅，呢種是大臘腸嚟嘛？兩個大臘腸。應該是叫做 Miss Kid 咗。Miss Kid 都未啲 ，Miss Kid 是真係福建人，福建嘅 auntie 講嘅 Miss Kid。Miss Kid，邊，因為古早嘅邊加紅毛嘅 Miss Kid 嘅 concept 冇上嘅嘛。咱等人嘅邊是大地嘅嘛，你邊個包面嘅嘛，就旁邊都係嘅嘛。啊，對。Miss Kid 係 cookie 上嘛，是啲嘅嘛嚇。有 Miss Good。Biscuit 條，伊人叫 biscuit 嘛？其實比啷個米絲棒，米絲是，你寫開出來福建字啊，米絲。米絲是係咩福建字啊？米絲是華南嚟係唔係？米絲就是 miss 嘛，唔是咩？應該是 miss 啊。miss 嘅字啊，嗰粒米絲。哦，嚇啦，咪米絲嘛？米絲棒咯。顧米絲頭嘅咧。米古斯咧，米古斯我不知道特別在米古斯講什麼。咩是米古斯？米古斯是我頂到我只驚去，即係我人嘅但係冇啱米絲棒做出去嘅，因為一直看到米絲喺邊隻惡，喺邊隻胖嘅，所以我只驚咧，我咪是一面是米絲咯，我細細漢嘅時候就我媽講，你叫佢米古斯，胖婆仔米古呢，我叫米古斯咯，唔識得米絲。So 米古斯不，米古斯就是米絲只邊隻愛啲叫米古斯啊。你看當今隻米絲條，這個字咪是變做福建話寫出來嚇。我用自己嘅方法寫出來咯。因為我感覺條米絲是真正普通嘅話嚟，咱無人講。這裡我唔怕，這裡我未使假嘢咯。我未假嘢，因為即係。你看，你像阿媽俾就會阿媽背後講嘅字咧，應該是人啊，點樣學英文嘅？我就是講 skling 啊，還是 skling 就，你使不到就變做人嘅話，以前可能嘛話是你是通過點聲，一變做 solidify 嘅用法。比數，個 stand 咯，個 stand 最出名啦。個條毛是學雲南話啦嘛嗬？嚇？個條毛，是。華南話。哦。誒，佢這個新疆來，怎麼？咩？新疆，伊講要參加股啊嘛？我曉得這邊有個，咱人換車，咱人去考車，考就無當買車，買車有一樣物件叫咩啫？加蘭。Galan，叫加蘭咩先？加蘭。個山咯，個山是地角咩？個山。我唔知講個山係咩數啦。Go Astern。
有影是很咩咩，安尼黐咩面英國嘅嘛，係你英國本嘅。Yeah, it's Angkor 嚟，go astern. It's nautical term 嚟。แล้ว go astern หรือ go astern แล้วก็ go stern 咯。จุนgo astern go stern Yeah. So 一講 go stern。外國人紅毛啊，加美國人啊，唔知 aircon 是咩嘢？去邊個冇到 aircon 嘅咩？我哋冇咩講 aircon，樣是叫 air conditioner，我諗叫。我知。都那時你講 aircon 有冇問題嘅咩？I mean，你特別想，特別 time to process 咯。伊成啊，because 要幾時？你那是有 context 伊人會曉啦。你那是做係時，你就去房間，你講 turn on the aircon，伊人咪會曉咯。對。你那時講紅磡嚟講do you know what is aircon？伊未曉。aircon 你知啦，係你學人嘅出怪。aircon。handphone 是人馬來亞人講嘅咩？手機。嚇，手電。mobile phone 啦。cell phone。都講 handphone 係冇問題嘅咩？你特別到時講佢 context 係講有可能對你對冇。呀，因為這個，因為我頭先同你講到你知啊，韓國嚟邊部先講嚟就。講咩 ？aircon handphone。咁我哋成日講。那是講是韓國人不講嘅物件啦，安怎唔是唔是呢個？因為是 Western 嘛，你 Western 嘅人曉冇 expose 到佢哋 terminology，你就 Asia 人會 expose 到佢哋 terminology。那是你是講一個華人啊，你未曉講旁華人，你真正你較慢 slower to catch 伊個 ball， 你冇叫，就是較慢嘅你對你 catch no ball。你冇叫嘅。落冇叫，我出邊嘅英國人冇講 cell phone，你人講 mobile phone， mobile， 人講 mobile。最近你名咩 Helen？ 係。係你名咩？叫我哆來咪啦。哆來咪啊！咪笑啦！哆來咪。有影我細漢人叫我哆來咪。好啦，超別哆來咪，哆來咪歡迎你第四聽到邊個學嘅咧？其實隨到邊。西塔摩薩咯。西塔摩。係你塔摩成古都嘛係了。做阿幫。做朋友。我哋做朋友。你摩薩冇去啦。我冇估。蘑菇，對呀，你可能是你名咩哆來咪還是幫友啊？哆來咪，然後即係我們小幫友出來，OK，講個學歷，講當今學歷是講阿摩話變到福建話啦。You see me no up 啊 ，you see me no up， see me no up。你都想被講咩？怎麼都想被講咩？你講嘅。我是想講，有時人會講阿摩話了，不講福建話了，用阿摩話講就對。就人講咱要買物件啦，人講福建話咪是講臭跟愛50塊咯。你要講個人講阿摩講是 smelly also $50。冇啦，有人講嘅款嘅啊！我唔捌聽過，聽就有人講嘅款嘅啊，冇啦。聽啦，咁就講咱，咱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咱是講過來阿冇講福建話，咱是好聽咯。咱咧成講嘅，咁樣了橋嘛，咱講 catch no ball，see no road。咁咪有聽啊！我朋友講，我朋友叫人做 smelly deer 嘅，人近日拉係係咪意思嚟嘛？收落。Actually，對我嚟講，係你本是 consider 是，阿咩你學歷就是講你用福建嘅 structure，還是福建嘅字？你用阿摩嘅 embed 用依照用依卡嚟用嘅就是學歷啊，對我嚟講。我隻人嘅類啊，人講 crocodile 係咪 ？crocodile 啊？華呀？華呀，即係照類嘅咧嚇。唔是照類嘅，唔是照類嘅，唔係照類，伊是
太嘅種人愛改變物件咧，伊讀咯，大家開大喙啊，人講喂落這裡，哇，擼 crocodile 啊！哦，好，我咪聽佢 crocodile，你諗講嘅話是講冇嘢數嘅，係咪 Don't play。don't play。免搞官。咪搞官都 play 掉。即係可能一字都啫，我就是剛剛。阿蕉咧，阿蕉冇咪講到。係咪嘅？阿蕉冇咪講到，唔是你啦，諗怕冚店，係咪啊？諗怕別了，諗怕冚店。特別啦！誒，是唔是寫蕉本嚟？我叫阿蕉係英文，係啊。對，伊是寫蕉。哦。阿蕉是阿你，這隻是 English 啦。特別咧，下面乜嘢？這隻 English 不是安尼看了。啊 ，English 不是教學都上嘅，是咯。講下你講下。Why you so like that? Why you so like that? 哦。You so like that? Cannot one 啦。can one 啦。誒，你就我覺得我就想到一個字啦，一個字是特別，咱用講學你是較少講到嘅，就是 God 咩 ？God is spell 啊？個另外一個就是 one 咯。啊 one。誒特別啊，我 British 講 my one 你有講嘅，就講 one 有。我人嘅 one 是另外一種嘅面。我特別嘅啊。冇，我想講人等人去學伊個古仔啊，冇人直直講 what 嘅 what， 所以人咪是講 what 咯。I mean what？ 你話聽？冇，想講45,000 what？ He beat me first what？ 哦。但係是對啦，嗰時唔對。個人會講嘅。有一個這邊啲英國有一個 class， 較古早嘅 class 嘅英國人啊，伊想講一個 bad habit 呢，講一個 sentence 啊，講 what。喺後邊，所以佢哋 class 嘅人對起馬來西亞古早係點寫事，然後人聽到然後人學啦。哇！即係是 proper 嘅啦。嚇。One 你諗想 got one 啊 ？Where got one？ Where got one？ Where got one？ I know I see。 Where got？ 我講咩？但係我未掉你講。我講就係你講，咱暑假講 one 到後尾就係倒回來咧。咱講 Mandarin， 我都冇你講你嘛？A 咯，A 是。條有嘅，條有嘅。你知啊？但對有嘅嘛是 got one 啦。阿 John， potong trip 嘛是你講啊，特別是等人嘅話嚟嘛，刮咯。你刮咯。刮咯唔是，意思講伊換車伊 overtake 伊啊，人講隔伊嚇。potong trip 是你啲靠人嘅 girlfriend 時咧，我 potong trip 唔是㗎啦，girlfriend 啊，你那是要做物件，แล้ว人唔好做啊，成個人摘路成個摘路你看啊 block 成個人 block 啊，potong steam 個冇上意思啊 ，potong steam。成個你時間留着，嗰人就可以，OK 對處，嗰人係叫 potong steam。對啊，你講係 potong steam。我是講人 block 話，人 potong steam。講 block 冇學緊話啦，係咪啊？咁能教？扎能教。同意啦，發單就笑啊，夾落笑，我係宅爛話係，宅爛話，宅爛先嚟酷啊，宅爛，等一下我當見我感覺到一直就係聽邊啲學嘅人啊，開始用嗰啲 LGBT 嘅事講 QQ， 我真係，Q， 我真係識嘅聽 QQ， 茶波咧係嗰隻先嚟，茶波，你特別現在有試個咋？佢試下除咗我每句學啲嘅。有，冇，只兩個就生出來嘅意思。特別意思個
有意思嘛？除非你人有較好嘅，唔是講我人寫出來，我人就被拔刀就被對。但是咱有較好嘅用法，咱咪是講咯。有陣時一啲較好嘅就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係第 strong 嘅就 survive 咯。都當然就係差唔多咯。冇錯。冇人邊搞啊？我介紹我啊啫。哦，你冇聽呢 episode 啊？茶婆是transvestite。drag queen，唔是 drag queen，茶婆啊，個茶婆。啊，茶婆。我諗要再講即人變靚嘅人係啊，講 drag queen 嘅時有時用下面 term 嘛，按照講 drag queen 嘛，如果我諗講茶婆咯。我咪是叫阿龍，我安怎係想出來，咱會寫這個字做茶婆啦。咁阿龍就suggest 啊，提議。我講到茶婆啦。我這裡跟這裡話題冇關係。你等 pause， 你就提議係你差唔多嘅差。差唔多，但不過食個聲我茶婆嘅聲特別差的。Almost a woman。almost a woman 的意思咯。我是講我人買做成個我人是 authority，但我人是有人可用咯，所以若是感覺到有人較好嘅用法，有人講起來是我覺得自己 survive 咯。咁但是講人冇較好嘅想法嘅話，你玩就是 authority 咯。講教會。對啦，我人叫咩 authority，學緊我叫咩？我諗就俾我掛晒咯，俾我掛。喺呢個咩特別英國點講咧？你白笨嘅，過笨嘅。咩是過笨嘅？喂，確定㗎啦，講過笨嘅嘛，喂，前陣㗎啦，講過笨嘅，呢兩部講講笨嘅，呢兩部講政府嘅，講笨嘅咯。哦，政府講都識講係咩意思喎？講咪係public 啦，public 講係咯，扮咪係做工嘅意思咯，扮講扮嘅都就係咩喎？都就係古仔人就講人講下，佢係成個 tricky 嘅啊！你成個本啊，你看下。係都扮就扮到仔咧，古仔人。衙門嘅衙係。咁可能夠帥啦，能啲報怪啊。衙門啊。曝光都就曝光哦。你報關咁樣，你接住你講等，你人去報馬來啊，古仔人去報關嘛，對唔對？去拍落講，頭先拍落講啦，創住佢裏面攰到嚟啊嘛。你會你叫做嘅啊？你嘅妹上面嘅妹。衙門啊，政府嗰個。衙門哦。講辦嘅咯，咪係個政府做工嘅所在咯。哦。講辦嘅。特別咯，即係你自己時間係變人又講嘢，所以你話啦，古仔啦係做工落搞啦，因為要用係你真正專業嘅人字啊嚟記住你英文嚟啦。哦，講辦嘅，搞。到台灣呢兩冇用這個冇嘅，即係變人講嘢。哦，是啦，我係前陣㗎啦講嘅你看，我講辦嘅，特別伊家己。伊個結話了啦，咱講關事了，伊個結話去啦。特別我baru講我參加旅行嘅時，我baru稱呼講稱呼。哦。哇！伊是阿毛字嚟，伊是迄個荷蘭嘅字嚟，伊是阿毛嘅 company。哦 company。哦。係咪叫裝叫啊？完啦。哦，嚇啊！都。我本身本留意。Google Plus 咗部 link 嘅俾啲俾我。你就俾 refresh。好啦，切俾搞得滿了，所以 chat room 滿了。冇 link 俾接嘅嘛，佢用先咯。冇 link，冇 link 俾接佢講咩？日本留意，歡迎。啊，知道。咁當今講幾面啊？當今我能講 Hotlish ，Hotlish 嚇 ，OK。我能講再講啊。啊，冇再講啊。哇，我格爭有啲。哦，格爭有啲哦，歡迎。但我看到格爭啲主隻，格爭嗰啲主，我看到你早期時看到你 Facebook 嘅。啊，冇我能去 restaurant 食啊。啊，teppanyaki 啊。okonomiyaki。Japanese pancake 啊。Japanese pancake 哦。誒，แล้วว่า知道半暝
半暝拄着一本老伊啷知哦。好啦，半暝我對家去我食飽啦，對家去學掉咧是，伊人家來載我。半暝我食掉啦dinner啦。老咗。嚇，你特別人家咧特別愛困。係咯。特別無法攞機會呢，好特別見。無係啦，last chance 啊嘛，係哦。你個人未記，未聊人咧，行去巴士度咧。我咪嘈架波士。你講下。你愛講下，冇家陣你嚟講下。同佢講嘅係Hokkien English。啊，冇家陣唔講到，叫人講嘅係咪講？哦，Hokkien 句，特別即個句啊，好差唔多了，即個了是講講幾個數，就到底哪樣啦？誒，你諗大媽講即個票是你講緊咗？即個票啊，冇家陣講幾個數是你好啊，你所謂接條路啦啊 ，OK， 我到啲 Skype 會叫你嚟領。你無聊咯，本來要講佢個字咧，我緊張啊！你冇當，你冇當。Louis Vuitton，咩啊 ？Hotlish 啊 ，Louis Vuitton。我講 Hotlish 是成日講怎麼講？講你冇錯。For example，成日講why you so like that？ So hot 咯 ，got 咩？哈，講Malaysian English 特別呢啲 structure 是用福建話嚟講嘛。I drive Proton, you see me no up 啊 ？See me no up。你看我未起啊，你。看未看？誒，你有當時曉，我較無熟解咧，就是，因為我是要保留，我要甲照顧人嘅邊咧學見嘅時候，我較無熟解，就是用阿摩話嚟講福建話。安怎？我講用阿摩話 sentence structure 嚟講福建話。安怎啊？有人有人一肯講話。是較濟用是阿摩出人。即係特擺拖入頭特擺。阿摩嘅 structure 嚟。哎呀，無啦，我咪是想咯，我講阿摩話較濟就未發了咯。冇啦，我是講我較無時間啦，冇 band 咯。我是講我較暑假，我較無暑假用咧。你想講安怎啦？那我 try 看。你安怎啊？講一句，互我聽。先講阿摩嘅 structure 誒 ，OK。我嘟嚕。I meet you in McDonald's。我嘟嚕嘛早起。我嘟嚕嘛早起啊！啊你唔叫啊 ？I meet you in the morning。哦 ，grammatical。我嘛早起嘅嘟嚕，你特別。先講點聲先嘅，先講點聲了，講所在，再講你嘅 action 嘅。嘛早起跌到落位嘟嚕。哦。我叫我時間。你看無幫人教啊？你看物件。那當今對，你唔知嘛？你細漢個大漢咧，你啊，無幫人教啊？你看物件誒，我聽是好事，特別我若是講誒，我定定是用阿摩嘅 structure 頭先嘅。你講阿摩話嘅福建話是到頭邊嘅啦。你唔是講隔兩年嘅到頭邊？冇講到頭邊，就講芬蘭話嘅阿摩話是到頭邊嘅嘛。到頭邊嘅個。芬蘭話家學嘅話本是到頭邊嘅，一個特登邊嘅所在冇想到。所以安怎後調你解釋佢一道，所以點聲頭先，點聲所在 action。我嘛在到啲班山會見咯。我咪就係班山咯。點聲所在，了我講到啲，你阿咪學You know come I no go， 你無來我就咪去。計錯啦咯，日本人嘅 You know come I no go。哇，吹機嘅事講緊嚟困咯。You know come I no go。我係講啊，呢句話食做嘅。You go 鹹仔 find chicken is it？ 你是未曉，你是咁樣學緊，那是你是未曉講學緊話啦，你安怎會去笑掉咧？
然後你看，你想一個查某啦，伊賣雞面嘅，伊講米一根。哎呀，So is it 咪是 is it 是 actually 是冇，是唔是 is it oh can or not 咱特特擺福建話講會未啊，所以阿冇事啊，直接講 can or not 會未啊嚇對。我有早拄嘅是美國嘅同事啊，佢頭一刀去 Asia 咗，啲邊個頭一刀去 Asia， แล้ว開會咧啊，伊行咁一 Q 到我，一面我講我，咁咁樣講 can 什麼名字啊？can OK。That's right. Oh my god! Actually, 真正有理由，伊無明白嘅咯。聽你講。嗱，我諗食飯，can 啦。ยังก็แล้ว go to action item เนี่ยแต่กำลังก็sure can แล้วจะเจ๋ง can 啦 can 咩？เราจะแซ่จำเสีย咯，咱講。對啦，格地嘛。特別，咱福建人愛講話講一刀嘅，所以咱學啲阿無話本時講啊，咱就無講咱講無啦，你無好啦，好，快，對啦 fast，無啦，咱講要試個 action， action， 試個 action 咯伊。แล้วมีฮะตัวไก่จีฮะตัว你個時候，你就謝你，人哋都阿冇請嘛。學頭嘅咩啦咩，咱唔講哎呦，跟咱講咩跟那咩，跟那咩咯？講下。跟那咯，就跟那咯，跟那是華納話咯，是學歷啊，學歷，哈哈哈。嗰方面，當時候就對人buy back，買咗點解？嚇，你 buy back 有啊，有，意思啦，actually 冇啦，新加坡較濟啦，你是新加坡嘅人 buy back 上面是你看你，我新加坡嘅人我。你講你厝無蝦米食，你出去 buy back。哦，買對食，買對來，買對。哦。你對啦，打包咧，咱無打包，咱應該打包啊。already terminology。都幾點了嘛 ？What time already？ 你睇是聊點點，是咱個計字字。我睇冇咧。點樣寫字？你字寫到啲百位啊，咱個係到啲百位悄悄。好啦，咱後面 grammar 好誇張講，這是類物件 ，this is yours 咱講，用完啦。用完，買完。用完啦，買完啦。特別我是冇聽過英國人講用完嘅喎。唔捌啊，冇啦。我 OK， 所以好多正常，我都去聽。買完唔是用。買完有完。買呢是變咗買完，是即出名英國嘅 YouTuber， 啲名咩嘢？講伊嘅 girlfriend 是 YouTuber 啦，即出名啦。伊到啲 Brighton。阿冇。Brighton 嘅伊是 shit 名咩嘢？喏，你一 couple 嚟，伊嘅 girlfriend 就水本伊是做 makeup 嘅咧。佢講得幾多大？真係人真係。啊，未曉啦，未。我想學先，我等於你是 research，OK， 啷個講先？而家買完咧，我就想，誒，我真係講買完。佢哋當佢馬來西亞。Can 冇。注意咯，你個一個字是 job 咯 ，job 是阿毛字咧。我 job take this form， 嘅這 form 要係 job。哦 ，job 嚇 ，job 是 stem 嘅意思嚇，stem 啊，出係 job 呢嚇。係啦。
唔知啊，job。安怎講actually 我有一個經驗，我參加過一個 seminar 啦，伊是去壯齡數字嘅壯齡會做嗰隻 seminar， 有正加阿摩話嘅活動，去壯齡嘅喺你河裏邊做過一個 seminar 就，伊講咱人講嘅阿摩無好，係咯，伊講譬如講啦，咱人特別學好嘅 English，actually 我自己本身我唔是真係贊成嘅咋 ，of course 學好嘅 English 是好事，特別咪。講個咱家己安尼寫衰，都無需要安尼款呢。伊講個咱人啊，講吼，譬如講咱人也 form 去互人 job， 講咱 you should say to stamp the form。講也 form 去互人 job 咧吼，人聽咱人嘅潮語，我非到啦，咱無需要安尼看衰咱家己嘅，而家就是咱講話嘅 pattern 嚟嘛。安尼講吼，伊講 form。會而家佢會 job 嘅咩 ？How do you job？ How do you job？ 講 job 是站入嘢頭而嘛，對唔對？要 form 揾到個 job， 係咯，我度起超會咯。Then how do we throw a party？ 我講咯，講 English 裏邊咪是有其他字眼是冇 make sense 嘅。嚇 ，is idiomatic expression 是做好嘢 language 卡學習卡水咯。Throw a party, and then to macam macam is how do you overtake someone? We also cannot overtake one person, what? Cut how do you overtake? 你講一個都是 team deep, very deep. deep 特別阿摩俾人半講嘅，少年人半講嘅，哇 ，that's deep。啲人少年人半路講嘅阿摩人，philosophical 有 aeroplane 後條啊，你係白嘅啊，仲有粗鼻啊，你係白嘅粗鼻，你係白嘅啊，是咩？係啦，你話有愛古劍個愛，誒咧，真係 rare 哦，劍啦，看啦，哇！哇，真水咯！白絲那看那幾哩，等我看。Zoella， 然後再進來看 Zoella。我知。Yummy 呀，伊個 boyfriend Yummy，看。Alfie。但 Alfie 講買玩嘅，特別講買玩嘅，你自己聽講。可能伊是少年人嘅講法啦。唔知啦，有可能伊是馬來西亞嘅人啦。OK， 是 Alfie 嚇 ，ALFI 咧。Pernah mi Alfie？ Alfie 係咯，要講埋玩，不得攏看，你不得攏看伊個 YouTube 時，你注意聽。你話我特嘛後條講起啊，伊講我咱要看衰，咱講咱互人看衰無 class 啊。我感覺啦，我當今搬來外國了啊，我更加愛講你講嘅話。我個要 appreciate 佢啦，只要當大邊人大馬來西亞時候係啊，即係講個軍事啊，我嚟這邊啊，我幾有時間咧，阿摩參學緊話，你講就啲啊 confuse 人嚇，較爽啊！咱人馬來亞人哦，真正夠看出咱家己嘅咩？你注意啦，咱人嘅腔甲新加坡嘅腔是真正歪嘅嘛，對唔對？特別新加坡人啦，伊啲紅毛人嘅面前，伊照講English係無關嘅咋。但係馬來西亞人無就人對住紅毛人嘅時，人對住英國人。哎呀，特別學伊嘅腔了啊，特別腔係點咯？那是講你啊，那是講你大一邊咧，你咪是咪？你那是別嘅另外。你都冇講啦，你講你到底話大位啊？你自己講我講嚟看啦。好冷笑，唔知好冷笑，你講咩物件？你也冇叫。路人講嘅話，就是路人把路 remind 我一項。即個 I don't know whether Malaysia 會看到啦，但係當今有新嘅 Star Trek series Star Trek。Netflix 會看到。so Michelle Yeoh 就是伊個 captain 嚟，哇，就是伊 captain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s。了，伊拉 interview Michelle Yeoh because 伊人 pick Michelle Yeoh as the captain 嘛。因 Michelle Yeoh 講伊 intentionally 伊愛 maintain 人嘅 Malaysian 嘅腔。哇，馬來西亞人其實特別你感覺 ，sorry。
OK 啊，好啊，你看。特別我感覺就講 Michelle Yeoh 講嘅是 Malaysia 嘅腔嘅，我感覺冇事。唔是，伊講嘅是卡，或者講 Malaysia 誒英國超過後，他過英國，他過阿摩車，迄個加泰 class family 講嘅話咧。特別要淡薄，要 Malaysia flavor 本。特別伊唔是細漢就冇大隻病啊咩？阿 John 你會記唔 Star Trek 頭先嘅時，伊阿莫話人講too bold to go where no man has been。So Michelle Yeoh 咪是講咯，人無驚人，去所在無人嘅所在。我阿摩係咧嘛，伊唔係講阿摩，你講阿摩。Everywhere also I go。we go one. I no scared. Don't scared. Don't scared. Just simply go. Simply go. 千差奇咯。Simply go. Simply 即我頂啲冇聽到人講話 simply 咩就講千差。樣白囡仔嘅時本是想囡仔是物件 simply 啊，you simply 啊。我 easily 個咧。冇一個遇到 simply run like that 啊 ，not on auntie 啊。喂，講咩叫啊？係叫差，呢度冇 simply 即係日本國家解嘅啊。don't do like that 啦，don't do this 啊，don't hit 哥哥啊。don't hit 哥哥。特別我 feel 到好咯 ，Michelle Yeoh， 特別唔知伊是講是安尼是伊未嘅，我係調緊嘅。Yeah，我看到伊嘅 interview， 伊講伊會 maintain some of 人嘅。Because 我 feel 到，because 因為伊對 Star Trek 嚟講係真正有意思咯，因為 Star Trek 就係 universal 嘅嘛。Star Trek 嘅 idea always 是想伊嘅 cast 嘅咧 always 真正參加者真正 inclusive 嘅嘛，所以伊安尼講冇錯，伊是真伊 intention 是真是嘅，然後特別我 feel 到伊嘅 commitment 對佢哋 character 有淡薄馬來西亞嘅比數咧是好嘅。哎呀，好時好啦，伊名唔是鄧人名嘛，伊 Michelle Yeoh 伊是 Captain Georgiou 啊。做蕉嘅定當時，特別你別講嘅，做咩事有可能馬是 Malaysian 呢？呀，蕉啊，搬了未？大粒頭搬了未？搬了上個是會出了未啊？出了。到底 US 灣可能是會使俾到底伊嘅。伊人當今伊人 I think 會出了別。差唔多啦，差唔多。所以阿妹 start 過啦。Because 我看到伊嘅 promo， 伊有講這邊美國人伊人 protest a bit because 伊嘅 main character number one 就是 Michelle Yeoh， second the other main character 就是大寶嚟from not mistaken。哦，樣相邊啊你 ？Jason Isaac。被 shot 啦。你出面看，你是？你就我講明啦。So 我看我人無通到 Netflix 嚟看 ，outside of US 攞到 Netflix 嚟看，較線咯。我嗰度去買啲 special 你唔知咩？伊是當 where air on what 啊 ？ABC 啊，不 ABC、CBS 唔知咩地方。我有空頭看啦，特別哈哈哈！啷直接要載條 message 啊，大粒頭啊，唔再看。特別冇啷到啲個 US 個卡能夠咧。哦，我隨談了9個月一半。9個月，9個月一半，你半去啊？24號。了個阿咪個嚇，before 咱看大，個阿咪個昨晚日本佬一段嘢嚇，那冇事。阿咪冇聽人講嘅。了昨晚將你講到一句話咯，凊彩，咁我講起。Simply 嚇，凊彩啦 ，Simply eat can already。凊彩eat。我有你講凊彩，我冇啊，我冇講凊彩哦，講 simply。我都講 simply。凊彩有可能是變做成個你白刀嘅打包，你那是講你大啲，那是你大邊領啊，那是你阿毛本好啊，你一掉我掉打包嘅，阿毛本有聽你講打包啊，那是講大啲
你是講是 tourist 啦，你是講係大邊嘅一啲，真係。講正夠會啦。我朋友連東邦會有講啊。東邦哦，我朋友又講謝哦，講來 try 講嗰時個這個啦。佢上面見伊話攞嚟曉，來 try 轉落佢哋。來啊，唔是講冚啊。because 是出咗嘅朋友一gang啦，uncle 佢拍過飛，人成日嘛，來 try，一得，來 try。我覺得趣味咯，我覺得實在趣味是講人。when 都 embrace 人家己嘅講話嘅時候，然後 foreign 嚟到嘅時候，伊人本會 embrace 人用嘅。特別唔是100%一樣嘅接受就，有certain啊，哇，真係嘅。有啲冇像人啦。嚇，冇像人，有啲人真係接受。有啲成整個。有啲食8萬咯嚇。我嚟試下人咪是有，我特個講我有一個 Malaysian 啊，到這邊大家20年嘅嚇，講我 speak also like that， 我哋可以，我唔係 American friend， 我講唔標準，都唔係得喎。爽啊，就是爽啊！有時伊人是安怎啊？是講我是感覺到嚇，我對馬來西亞事啦 ，maybe 唔知大人會，特別我是嘅款，我到底這邊嘅時，我甲冇美國人講話時，對我嚟講係，對伊人嚟講，我 already 已經有 accent 咧就，你是我，因為我對是較 emulate 伊人嘅 speak pattern， 特別我對馬來西亞嘅時咧，我係阿毛嚇，我到底。Uber 時啊，是到底到落外口嘅時，就是會講嘅，可能是另外講話是，我係阿莫話佢，我轉到啲馬來西亞阿莫話。嚇，我成日辣味嘅困擾。佢嚟轉啊！條國當嗰度講到對起都講阿莫橋啊，哇，人大針咯一路。特別滯嘅。係咯。special price 咯。特別我，但係我冇做 taxi 就成啦咯。我係 sister 啊，我 sister from 伊咪講伊舊年去 Australia 啦條。แล้วกาวางแปะๆคิดว่าตัวฟริงกี้ในมาร์เก็ตเป็นไงคือเบมิกี้เหรอแล้วอีกีก้องอีอามุเขียวอีเดอ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นสแลงอ่ะว่าแล้วว่าก็กี่เก็บยาตาว่าแล้วอีเบแล้วว่าขี่ตาเบฮะแล้วว่าก้องตัวฮอกเกนว่าไก่เบฮะว่าเบที่เชิดนะบ่าวจับกอคออีเบจับกอคอวะตาปอย等下有一種人啊，我真無熟㗎，真見咧。啲咩咪是攞入個科位插個科，伊有 text 嗎？伊有阿毛 text 唔知入邊嘅。Essence 你快咪我抌咯，我講上 T-shirt 我咪減啲少，無上嘅只一聽你聽啦，有時候講到華國人啦，有圖書針咧我就。Taxi 有時候無上嘅。我但是我平時我無一特別樣在，因為我講係我個人講。人講本來嘅華文。伊人講啦本來嘅人啦，even 你講本來嘅話，伊人看你穿蝦米嘅衫，伊人會知，知。是我嘛對讀過，我講福建話個，特別我冇當我對讀就當我冇一 taxi 啊，當緊係聽，I mean，按響叫嘢嘅 taxi 啊，我當然是聽 Grab 㗎 Uber。我甲你講有一種人啊，真正見嘅都是迄種。即個 exchange program 啊，3個月、6個月節啊，對那是哇，伊阿莫話冇想嘅。我有個路，我有淡薄，我會個路講我有人是，maybe 有 action 嘅本是有啦。不，伊唔是說等字就伊干了嘅。我真係，特別有人是 action， 有人是。我把拄到朋友時呢，伊有好笑咯伊。去 take course overseas 啦，係哦。你 after that 都點成時啊？一講嘢傾一對嗰邊啲嘅國家嘅傾咯就。你有諗解個學嘅話本啊，伊 answer look back in。對。地記學嘅話咧，我地記就係嗰個笑。對。乜都可能都出事都聽出，話乜都可能都未記。那係你我就係你用一 over action 呀，你就翻呢？其實學嘅對咯。我本身都幾死㗎好啦，你國家又冇傾，特別可能個別大廈係你是結婚嘅，特別有你結婚你到啲 fact 佢都話，一般佢都就係講，我係本事做，我係 slang 出嚟佢都聽，講我阿冇話緊啦，咪你先講咧。有陣時睇緊，將一計學嘅話，一啲啲演都阿冇話演嘛。我咪做咩講學嘅話，依個細年其實我未見真個學嘅話咧，我死。我有知道嘅是，我有一個朋友本上，我有一個朋友嚇，伊講話嚇，大擺上加
有成個有腔，特別你唔知伊腔是得落位，然後伊有啥一隻 ambiguous 嘅腔咋？你話哦，我想講伊是到啲Australia 為大咋？你伊講是成個有腔淡薄啦，特別我個特別到啲別人叫我看到伊，所以看了我再講伊唔是到 Australia， 伊是有把去 Australia 讀冊，然後。特別伊講話，伊阿莫伊福建話係我覺得有淡薄冇咪準嘅咋喲。你 nowhere accent，nowhere。有時講啊，嗱，我人嘅介紹就係朋友學英國中文咯。我嘅朋友伊是英國citizen 嚟本，然後伊細細漢4個月一直去英國咧，伊英國腔是 natural 嚟㗎。就是一開出就是英國人講話，想，英國條你個聽下出講話，伊有可能唔是呢邊大漢嘅。特別我一個朋友是呢邊大漢啊，伊有影講話是100%英國腔㗎。特別一對嚟邊人，我一對嚟邊人過後咧，我較捌伊嘅，因為有一個比賽，拄着我較捌伊，後來我就是聽到伊啲講嘅 briefing 點聲，伊個 director 講話點聲，規場我覺得看到伊咗，因為伊是東南邊嘛。100%點啦，特別一開始講嘅是英國嘅 London 嘅 accent 嚟咗，後來你出來咧嗬，我個就係講伊是啲邊人出事嘅，特別伊細細行到規家口嗰粒幫人講咧，特別伊講福建話，佢是有邊人嘅腔個，人都做嘅。冇嘅嘛。哇！我而家介紹一個腔白咯。少年咯。講硬幕話咧，你琴日照啦，你上開是英國人嚟。嚇！特別伊個爸母咁樣講福建話介意嘛？對，你所以伊福建話所以伊笑伊個邊人嘅音。我特別我是做 Uber 嘅時，是講是鄧人嘅 driver 啦。我就是咁樣講福建話嘅，因為做 Uber 嘅時間就成個計拍確可能，所以我特別咁樣講福建話，所以特別伊人嘅 app 會嚇，即係再講我是 US 嘅。電話 number maybe。before 我換是。伊就伊看你電腦後邊嘛，嗰時看你錄音啦。我諗特別係即係再講都是掛一個電話 number 啦。你如果你是用你嘅美國嘅 credit card 嘛？美國嘅 credit card 係，即係就是啦。我係 Uber 是 Apple Pay， so Apple Pay 伊人看就是阿摩嘅，唔是英國嘅 credit card 咯。我到啲 US 啊，唔到啲 Malaysia 嘅時，我未用 Apple Pay as a payment 啊，我特別用依個 credit card 嚇，我特別接起 manually 話喂credit card。哎呀，我啲部翻快住，你啲部翻快住都是 DB 過嚟嘅。我特別熟。係啦，玩咧時間驚就冇啦，玩時間曉就冇啦，我呢邊咧點啫？我係部翻是用韓國語，sorry。我難食講我係冇辦法。我點難講咧？你呢行講咩？阿John講客話本來就係講，人家阿John講客嘅要腔，人伊講客嘅伊無講100%客嘅，伊接個佢哋阿莫腔，阿莫話入去啊。and then 阿John講伊阿莫話伊 pronunciation 無成個人 Malaysia English， 就係講伊唔是多 Malaysia 一個外國嘅，伊 pronunciation 嚟，伊就係我講，伊就係。你聽住話，你講。特別福建話。你福建話 no doubt is 變成福建啦，係。But 你都冇用100% 變成個福建話嘛？你講 in between 你接阿莫話，你 understand 咯？你 when 你 compare 你接你阿莫話點解 pronunciation 個我人講福建話，阿莫係 pronunciation 咗，即係特仔咧講，即係話個English pronunciation 嚟，腔冇上。真正路人嘅 American English 啊，路when 阿John 如果 English 路 pronounce 個真正啱啦，那真正 correct 呢嘢就一多年個咧 flat 安尼款嘅，無上個就個人 pronounce 那 English 啊，你 Chinese 啊 ，R 跟 L 安尼款嘅啊，有人一再諗下別。諗下別了。No free 啊，安尼款嘅啊，安尼款嘅話，那 pronunciation 唔啱啊，靈啊，你 Chinese slang 嘅會咋？阿講嘢福建話本要幾粒水腔係哦。嚇！我同我阿莫腔啊，嚇！喂，我做本留意，我係確定㗎了，人較濟是話阿莫名嘅，特別人講阿莫名是。人講是用馬來西亞嘅腔，用檳城嘅腔。上個我有一個兄弟，伊個名是 Eric， 所以你講那是美國，那是英國話，你講 Eric 啊，特別 in 檳城啊，你特別講 Eric，
Hả? Eric. Eric. Eric 樣啊，邊呢？nó kiểu Mary Eric 啊 Eric 叫 Mary 係個。誒冇啊，我叫係個 Robert 啦，Robert 都叫 Robert Mary Mary 冇 R 㗎，呢是 L 嚟。แล้วว่า查某兄弟大啲英國嘅人成個這裡學校講嘅人啦，伊人真正細漢時搬去大啲倫敦啊、倫敦了，แล้ว伊嘅名是 Fiona and Sheena， 特別伊嘅馬來西亞真正叫嘅人 Fiona。誒，我講一個嗰個人。個有學歷史就是名嚇，但是你名攞嚟嚇，因對人哋講過咯，你名是一個聲咧，頭先加隻 R 咯就，即係叫我阿 Ben 咯，阿Bruce，喂，阿 Bruce 又叫，所以人叫阿 Bruce，嗰啲人叫阿 Bruce，一般就係加千嘛，叫啊，加千啊，呢度是，呢度成加千呢叫阿 Bruce，喂，二度叫阿 Bruce，好，嚟，try。It's a term of endearment。對，嗱，即係阿毛咯，嗱，即係你咁學嘅你聽我都講咧。哎呀，別啊，冇用嘅，冇啊。因為 element R 會背到啲 R 咯。and Learman。阿 John again 你咪叫阿 John 啊。加爽叫嘅名。是我真正冇叫我真正冇叫我 Patrick 嘅，伊叫我 B，because B 是baby 卡爹 B， 所以伊人叫我是阿 B 啊，所以我是阿 B。有一隻阿 B 嘅呢邊。哦，好啦。好啦，就是啦。但是我叫伊買電話時，阿 B 叫阿 B 叫出嚟。我聽佢啲部電話時嘅阿 B。我 email，我想講你答我本到阿 B 嘅好似。阿伯，但當時第二叫幾樣叫阿 boy 啊，一時答波。唔知道嘅事，什麼那個有人叫阿 boy 都叫伊嘅囡仔，因為朋友變過去，我講伊叫落來，佢叫阿 boy 嘛，我想住住。阿 boy 阿哥咧，哥是啥 G-E-R 哥。會嗰個哥啊，叫 OK 啦 ，like that can 啦。can also low。本咧，我哋諗乜就係本咯，本啊，本。can 這咁樣後尾就揼隻字，特別啲嘢未拎住隻冇成。我是 inspired by 你的聲嘅即係greeter 係。I don't know how to. 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What it's so perfect that 我感覺就是真 brightful 啦，我感覺到，呢就真 brightful 咯。你要幾時你講你我嘅話人，你講一好像笑就係，一隻 process 佢一時一笑個病，你一真係好笑咋，你一直真有理由，你笑起來真係有理由。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啊，老咗，所以這個 episode 下咯，唔到咯，每期是啷看，啷佢的成就咪假死，你解每期，再每期how long？ Talk for you how long 啊？唔到。Okay, 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popular this episode is going to be, but I can tell you now, I want to close stage already. I want to. 安尼快咩？話錄到接來呢喎。錄成個錄錄音是錄接來是個錄音嘛？
唔係安尼款啊，唔係安尼款啊。入嚟只誒，你就講愛冚了啊，來無好勢嘛，唔是會錯嘛。你是幾？怪鼻水啊！哇！我可以記你怪鼻水這名，我未記你你 KDK 名喎。KDK 啊，你是裝紅絲，你是唔是我一零？唔是啊，你是裝嚟。你唔是我一零。你是單隻嘴。未記啊。安仔無聲嚇。你困起嗬？你個點咩？冇啦。有個有啊。你個哪看 KDK？你看到一紅絲。哎呀，我未記啊，不打叫 KDK 而家你是單就看到。今次各位聽眾，我揾嘢啦。係啦，大媽一傾名就林拍無別，林拍別了。伊頭頭名嚇，我未記頭頭名。伊名林病嘛，總係林病嘛，你都計喎。特別好嘛，對唔對？然後英文啊，你聽眾嗰啲英文會記名就林拍。別了，idea， 我梗係錯住佢。我古早都叫一個咩幾百澎湃嘅了。對，幾百澎湃是唔是我學嘅？別人學嘅，阿多學嘅。我學啦，講冇名都學住。แล้วเด็กบ้านรู้จะแค้นเกี่ยววันบองอีเจ้าขีดตลอดแล้ว一裝魚腰。呢 B 咧就 B， 我講。啊，對。我講就係嗰啲就 B 咧，等佢個 B represent 阿咪，你講阿咪笨家人啊，我不要聽啦，我話嗱你等我個好。ông à sao lại cho bà hỏi thì con nào ý hỏi cái này có sai phút phụ kia không phải chỉ là unique cả cái này cái pi pi phần trà là ngắn chưa vậy chị vậy chị là có phụ kia không thà là用個動叫咯，用個動叫咯。用個動叫嘢啦，都負機幫拍。OK，感謝各位聽眾，是聽這禮拜我特別咁特別要出聲，對淡薄怪鼻水咯，然後個有冇出聲對學堂，然後學堂都有白糖哦，學堂都未驚冇？冇未驚。冇，有人真係寫聲咯，你負機幫拍，真係寫聲。OK， 然後查某婆，然後有英國中，拜拜。然後有安鳥 ，Hello， 拜拜。然後有 lesson 冇講到，然後有後邊阿龍，得得。然後個 KDK 我未記伊名啥名，不是單。KDK。然後個紅線，唔是boy。然後個有到啲 Skype 下邊嘅有日本鬧伊嘅伊嘅小妹家長不地，然後個大粒頭。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個禮拜點半正講個當然不多有啊，看你話 break 就 before 講幾個時候就俾佢燙女啫。我去煮麵食咧，不多有。我應該當劍燙咧，肯定係食。我俾你就係燙女物件，你當對我 Snapchat 都對看到啊。你燙女物件，我麻痹後我80萬蚊而家好呢咯。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拜。阿張這裡邊呀，我不รู้ทำไม來？伊煮幫菜食女嘅，煮幫菜食女嘅，前日春嘅，特擺。你嘅聽有冇？我咗幾錘。你去買啲Eon啦，去 Queens Bay Mall 一般買啲Eon 嗰邊。你到底係大爽。大爽。大叔就冇啦，大叔俾唔緊。Google Plus 係俾水，แล้ว當機แล้ว。Google Plus 係俾錢。DIY 喎。出新 episode 嘅時候，我就係寫幾個 episode，然後就 click 對接啊。但是冇嚟講。OK。send message 話，你我叫佢已經。Thank you。OK。我等琴聲啦，我話10然後我就去準備。係咩淡薄嚇？我隻 room 未開啦，我開一隻 room 我去收啊。Thank you。你做咗 Skype 我 leave it on 我整係有，翻個整係有。我哋靠 Skype。你使 leave on， 不如使嚟琴唔要緊。你我俾單佢，你好係啊，我係要俾啲嘛。我當今星期做係啱成了嘅事。去。OK， ลอง hang out 啦มันเราจะ OK。
做佢啊，做佢啊，拜拜。跟住我未見過嗰個，到底那是禮拜兩，哎呦，四 episode 特別講呢，我未記啊。跟住禮拜 episode 是特別對面，啊，啷個是未記。baby，si我未記咗啦。兩個 episode 跟住禮拜 episode 是多多整啊，真係比唔晒啦。那是個買 T-shirt 㗎，係你買 T-shirt 啊，come 買 T-shirt 啊，咁時啊，bye。